好，我跟 Andy 来一段这个散手好了。我现在的打法，就是不一定。我的打法是会，就是说没有局限，但是我都是在那个动作上面用这个重跟老虎、龙虎的滚荡，在做距离还有滚荡上下，所以我们做散手，那个你做散手，好，那种打都可以，对，移动。光陰好比閃電飛快，想開心應該去街，不必將音量收細。黃昏的燈飾風裏搖曳，米色小吃鋪亮着安慰，腿總不肯安放原位，明日只再要。